大家好，我哋今日要一齊探索一個有趣嘅數學概念——對稱。對稱唔單止喺數學之中好重要，佢仲存在喺我哋生活當中㗎。首先，我哋嚟了解一下乜嘢係對稱。對稱係指一個物體或者圖形喺某種方式下係均衡同埋一致嘅。我哋有兩種主要嘅對稱，第一種叫做軸對稱。如果一個圖形可以通過一條線，我哋稱佢為之叫做對稱軸，將佢分成兩個相同嘅部分，咁就係軸對稱啦。例如呢一個字母 A 就係一個軸對稱嘅字母啦。第二種就叫做中心對稱。如果一個圖形係可以通過一個點，我哋叫佢做對稱中心，反轉得到同原本圖形相同嘅形狀，咁就係中心對稱啦。例如呢一個字母 O 就係一個中心對稱嘅字母啦。接落嚟，我哋嚟睇下生活中有邊啲地方可以揾到對稱嘅例子。喺中國傳統嘅建築中，譬如故宮，建築物往往呈現出對稱嘅設計。呢種設計讓建築睇起嚟更加莊重同美觀。不如我喺度同大家介紹同認識一下運用咗對稱嘅中國古代建築有咩特色同值得欣賞嘅地方。對稱係中國古代建築美學嘅重要特徵之一，佢強調建築形式、佈局同裝飾嘅平衡同協調。對稱美嘅基本概念係指建築中左右、前後、上下等對稱元素嘅比例同位置關係相等或相似，使得整個建築呈現出和諧、平衡、穩定嘅美感。中國古代建築對稱美嘅主要特徵包括建築整體對稱。中國古代建築通常以中軸線為基準，左右對稱或軸向對稱，使整個建築呈現出平衡和諧嘅美感。造型對稱，建築各個部分嘅形狀同大小互相對稱，使整個建築呈現出一種協調統一嘅美感。裝飾對稱，建築裝飾通常採用對稱嘅方式進行佈置，如方案、磚雕、彩畫等，使整個建築呈現出精緻華美嘅美感。唐宋時期係中國建築史上嘅重要時期，呢一個時期嘅建築設計具有好高嘅藝術價值同埋歷史意義，所以中國古代建築對稱美唔單止係一種造型手法，更加係中國傳統文化嘅體現，能夠提升建築嘅整體品位同文化內涵，展示中國古代文明嘅博大精深。喺藝術方面，好多藝術家都會使用對稱嘅元素嚟到增強作品嘅視覺效果嘅。譬如好多對稱嘅圖案裝飾喺牆紙上邊，當中剪紙運用咗唔少對稱嘅元素，亦都值得大家欣賞㗎。中國剪紙係一種傳統嘅民間藝術，強調對稱性同埋圖案嘅美感。剪紙通常通過將紙張對折後剪裁，形成對稱嘅圖案，展示出豐富嘅文化內涵同埋藝術嘅風格。常見嘅對稱主題包括有吉祥圖案。剪紙常用嘅主題，例如福、壽、喜等等嘅字，通常都係以對稱嘅方式呈現嘅，象徵住美好嘅祝願。另外一啲主題就係花鳥蟲魚，自然元素嘅剪紙，例如對稱嘅花朵、鳥類等等，強調咗生命嘅和諧同埋美麗。其實喺日常生活之中都有好多美好嘅事物，都包含住對稱嘅元素㗎。至於喺自然界方面，我哋又嚟睇下一啲花朵，好多花嘅花瓣都係對稱㗎。我哋又睇下呢隻蝴蝶，佢嘅翅膀都係對稱㗎。佢哋嘅對稱性讓大自然顯得更加美麗。
最後，我哋要記住，對稱唔單止係一個數學概念，佢喺我哋嘅生活中無處不在。通過觀察周圍嘅世界，我哋可以發現更多嘅對稱之美。希望大家可以喺日常生活中多多留意對稱，享受其中嘅樂趣。希望你哋對對稱有咗更深嘅了解。再見。